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廣東旅遊嘅東仔，今日帶住42位團友出發去湖南玩足5日，團費只需199。馬上跟住風仔嘅鏡頭去睇一睇，究竟係咪真係咁筍咁抵玩？第一日嘅晚黑，我哋會帶大家嚟到素有小鳳凰古城之稱嘅文廟老街，嚟到呢邊打卡影相。我哋再嚟一鏡到底睇一睇酒店嘅房間設施，房間乾淨企理，寬敞不壓抑，洗手間乾濕分離。喺行程嘅第二日啊，我哋會帶大家嚟到朗山著名景區辣椒峰以及駱駝峰。條山牧場係足足有23萬畝咁大嘅，喺呢度我哋享受住天然空調，望住一望無盡嘅草原。喺呢度帶住屋企人喺呢邊行一行睇一睇，係非常之惬意嘅。到咗第3日夜晚，我哋重本包船夜遊吳江，一邊坐船一邊睇 show，呢個新奇嘅體驗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喺行程嘅第4日中午，我哋會帶大家參觀九如山著名景區紫霞岩。一入到紫霞岩當中，成個人都會感覺到非常之涼爽。紫霞岩真係一個天然嘅避暑勝地。參觀完紫霞岩，我哋仲貼心安排水果供大家消暑。